同大家分享一個竹園北村443尺 Y3 型單位全爆翻新案例啦。竹園北村係香港嘅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，係已有近40年歷史嘅舊公屋。今次分享嘅單位咧係全屋全爆翻新嘅，用木板咧間咗2個房間，一齊嚟睇下設計師點樣利用訂造家私打造原木風溫馨家居空間。客廳最亮眼嘅地方就係利福造型背景牆，充滿藝術氣息。餐廳區域咧就用咗好多原木元素裝飾，將自然與生活融於一體。大門兩邊獅子櫃連電視櫃，儲物空間少唔老啦。廚房咧係用一組日式風玻璃趟門做間隔，雪櫃洗衣機咧都係擺喺廚房裏。之後咧做咗鋁天花同埋好大嘅一組 L 型櫥櫃加吊櫃，可以儲好多嘢。廁所係鑽石型嘅，充分利用空間做鏡櫃、洗手櫃就得啦。之後睡房區域間咗2間睡房，係用木板做間隔。主人房咧做咗4尺嘅油壓床，連埋一組梳妝台組合櫃同衣櫃，簡簡單單，儲物空間都幾充足㗎。第2間房空間咧就細啲，同樣做咗4尺嘅油壓床，側邊咧係到頂嘅衣櫃啦。今次介紹就到嚟度，大家有裝修需求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